南美洲的国家哥伦比亚顶礼拜发生2件恐怖攻击，造成18人死亡，几啊10个人受伤。不过，当局说是把这问题赖予反政府游击队的组织。也那西部的城市发生汽车炸弹的攻击，目前是已经宣布进入军事戒严的状态。 位于哥伦比亚卡里市的军方飞行学校有军真侪消防车、甲救护车排伫路边伫等待，军警也用封锁线围起来。当地时间2拜四，军方的飞行学校护军传出汽车炸弹攻击，造成6个民众死亡，也有60多人轻重伤。对此，卡里市政府宣布一项紧急应变做法。 Ante la delicada situación que hoy vive nuestra ciudad, he ordenado la militarización de Cali. Adicionalmente, hemos reforzado la presencia de la policía en las entradas y las salidas de la ciudad y todos los organismos de seguridad del Estado están desplegados para proteger la vida de los caleños. 除了进入戒严状态，市府也下令暂时禁止大型卡车入去市区内底，来防止短时间内再发生恐怖攻击。同时，市府也悬赏相当1万块美金的奖金，好提供消息，协助抓到这个嫌犯的市民。 汽车炸弹攻击发生进前，高国警方直接直升机伫执行打击一个高科技闪地任务的中途，遭到无人机攻击袭来，10个警方人员全数来罹难。哥伦比亚政府把这个箭头指向 EMC 组织，原本属有极左派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军 FARC 的派系。 FARC 经过几10年甲政府军的对抗，伫2016年达成停火并且解除武装。不过 EMC 拒绝接受，继续甲梅毒的首脑交结，并且对军警发动攻击。除这以外，另外一段极左派游击队哥伦比亚解放军 ELN， 到即阵拒绝甲政府和谈，也不时来发动恐怖攻击。西班牙国家部的分析指出，这和哥伦比亚安全情势伫2016年和谈9年外了后，即阵依然是真无安定。《公视新闻》徐嘉玲编译。